嗱，日團福音在呢個經書寫出4幅手書6第10節咁樣講到，最秀美一家就係愛強在上帝裏面，強在一個大能呢個方面，嗱係講一個強在上帝裏面，強在一個大能裏面，一個世界的行道，一個嘅心中你要平安，要甜嘅心。嗱，4幅手書61節咁樣講到，但係一個帶出上帝嘅衝泡，上帝嘅衝泡係咪呢？為了咩呢？所以為了是更能對付一切呢個邪靈下一家嘅火箭。上帝嘅衝泡係咪？都係上帝嘅反應。即係對付呢個邪靈嘅火箭啊，即係用上帝嘅反應嚟對付佢。上帝嘅反應全能對付一切呢邪靈下半即係人類嘅火箭。嗱，4幅手書66節樣講講，隆重一切即係就係帶上即係嘅信心做即係嘅電牌，係信心做即係嘅電牌嚟講，即係能下步。呢一個邪靈下半節嘅火炮，加在火炮係咪呢？都係咪一個手裏，咪一個驚，咪一個擔心，咪一個無奈何，咪一個痛苦，即係就係用上帝嘅火炮，都係上帝嘅反應嚟對付佢，透過自家嘅信心嘅電牌嚟對付一切，一寫暗中嚟嘅，咪一個恨，咪一個驚，咪一個尊嘅，要堅持上帝，強勢上帝，即係得到滿嘅心。得到平安嘅心，才讓自己堅持在上帝耶穌基督嘅名嘅方面。嗱，隆重係講要謙卑嚟求上帝嘅能力，用一個能力，用一個反應嚟對付一三回，熱天自己要平安嘅心，要快樂嘅心，要得勝嘅心。阿門。